來看國際消息，美國甲伊朗按算14要簽停戰協議，不過伊朗說講可能會延後。因為以色列迄邊是反對，認為講這協議的內容無符合目標，閣強調講無排除會繼續攻擊伊朗。根據外電所顯露的美伊協議內容，重點包含重開荷姆斯海峽，伊朗袂使收取任何通行費用。亞佇伊朗的核能問題方面，由美國協助伊朗處理高度濃縮鈾的駐存問題，確保伊朗未來袂閣再研發核武。另外，就所有交戰地區，美伊雙方佇協議簽訂了後全面停火60天，這也包含以色列停止佇黎巴嫩的軍事行動。對此，伊朗政府時隨發表聲明，強調這內容只是外界所要的，就算要簽字嘛愛加等幾工啊。原來以色列方面無分朝野，攏是全部反對。納坦雅胡隨召開國安會議來演繹對策，反對黨也坦白批評美伊協議過程忽略以色列意見，內容完全無符合伊方的戰略目標。所以講，佇協議消息傳出了後，以軍是繼續佇黎巴嫩的南部來打擊真主黨的勢力，並且講無排除家己來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。另外一方面，美伊開戰初期遭到空襲死亡的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，伊朗政府是預定佇7月初4到初9來舉行系列的葬禮儀式。روزهای شنبه 13 و یکشنبه 14 تیر ماه 1405 مصادف با 19 و 20 ماه محرم مراسم وداع با پیکر مطهر در مصلی امام خمینی قدس سره الشریف تهران。外電報道指出，除了各方對和平協議的講法是完全無同，伊朗的長程飛彈計劃，也有伊朗所支持的中東各地武裝團體，攏無佇美方所講的協議內底來得到解決，所以這波的衝突也繼續一段時間。國際新聞，徐嘉玲編譯。